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新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60多岁对瓜地马拉倒来的大伤。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头一天，有一寡高速公路路段的路段车是塌，雪山、望空以及着塑化界恐怕爱太过暗时。5日节天气是热气气，今仔各地头拢出现高温，用电量犹原是真惊人。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宣布讲，国内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60多岁对瓜地马拉倒来大伤，甲伊坐共只婚姻假的旅客也拢有掌握到。另外，迄位登去日本所检出武汉肺炎病毒的查某学生，日本方面也通报讲，伊是属阳性，未甲别人传染。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确诊病例，是一个60多岁男性，4月初到瓜地马拉去做生理，6月初一捌出现嗽，也有喘气的喘，以及骨头酸这症状，捌伫当地就诊检验2摆，武汉肺炎拢是阴性。6月23加真喘，6月24回国入境时有主动通报，由机场检疫人员安排采检了后，送到集中检疫所隔离，在2、5确诊。当场就采检，那也到集中检疫所。所以等到他验出，那都没有接触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亲友。那瓜地马拉在中美洲，目前已经有14000例，600人死亡哦。所以目前他们的疫情是还在上升当中。另外，个真关心对台湾登去日本了后确诊武汉肺炎的日本女学生，指挥中心讲，根据日本方面上新提供的 PCR 检测数字，这个女学生的 CT 值也就是酸醛塑化值是37.38，不过台湾判定阳性的标准是在35以下，显示这女学生是阳性，加上是无症状的感染者，所以真难确认是在什么时阵去挖到的。日方他们也坦诚，像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可能在当时在采检的时候，可能就不具传染力啊。通常如果这个值若大于32或33的时候，那通常就养不出病毒啦。当年上讲，即阵甲日本女学生接触的已经有116个人完成采检，其中44个是阴性，也有72个伫咧采检。经过疫情调查，这个女学生生活真单纯，袂去 KTV 也是夜店。若是连其他接触者也无验出阳性反应，就真难找出感染源。而即阵日本方面已经把这个学生列做对台湾境外移入个案。台湾虽然无度排除这个个案毋是伫咧台湾感染，不过依据国际惯例，台湾就会重复来算入本土确诊的案例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登到日本所验到武汉肺炎的查某学生，疫情指挥中心却唔公布相关的资讯甲地点，民众也开始伫咧乱摇。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对台南的防疫有信心。另外，也有风声讲，这位日本学生是伫咧高雄读册，不过附近的店家甲学生也拢表示讲，唔捌听过这个消息。传出日本籍女学生就是读南部这间大学，因为已经休转，阁是5日节连假，拢无啥物人，只有几名学生要留伫学校。被问到是毋是有听到同学去挖到新冠病毒，大家拢无解得清楚。我不清楚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所以你没有听说？没有。那如果确定是你们学校，会不会有点担心？是还好，因为我们都有防疫措施。因为我们就在附近工作啊，所以就会很怕，就是工作的时候来生病。连店家拢表示无解得清楚。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伫台湾接触的人当中有125人列为居家隔离，爱全部检验。不过无要公布画着的卡价。台南市长黄伟哲明白表示，台南所列举的人数是个位数，都表示这日本籍的女学生毋是伫台南读册。那目前为止，这几个隔离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案例，总共匡列了140个，在我们这边应该是个位数。多次解封了后，第1日连假，真侪人拢出门佚佗。南部每一个景点下晡开始出现人潮。不过，日本籍女学生目前卡价甲接触人状况也无解得清楚。各地方政府也是呼吁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挂嘴安。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的头前天，有一寡高速公路落南的路段车是塌，特别是往到宜兰南港到卑南路段，时速是无到20公里，雪山磅空是规暝拢伫咧塌车。另外，往到花莲的苏花界同款伫咧塌，这款车流量也超过苏花界会当承载1磅啊。5日节连假回乡吹佚佗人有够多，尤其国道路南路段塌甲真严重。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去故宫局视察，强调疏运措施比较农历过年顶级，夜间免收费高承载10度以控顶，运用所谓交通疏导措施。过去用过有效的疏导措施大概都倾囊而出，充分掌握我们所提供的资讯平台，那能够选择适当的时间。走最好的路线。高速公路局表示，连假第一天有高国道交通量128万车公里，速度平常是1.5倍。其中西部国道部分各以杨梅新德路段、国三大溪龙潭路段车流量较大，7大路段出现止步情形。港澳南港系统到卑南路段上滩，时速比20公里较低，车用要袂顶袂当止步情形，为24早起就开始继续塞车超过30点钟。车速呢都维持在40左右，甚至有时候还会低于20公里。通过雪隧的张量也持续的维持在每小时2100、2200辆次左右。大概会到晚上8点前，应该这些量会慢慢的稍微疏解。塞车情形一路塌到苏花界入口所在，路南车流量大，不管交通警察如何指挥，也是无法度疏解。真无简单进入苏花界，佫塌伫观音磅空。花莲的南下出来的大概有12000这样的量，这个比平常的7000到8000左右多了蛮多的。那今天早上凌晨开始，等于是往花莲的车流量就是持续不断。公路总局强调，苏花界伫连假第一天车流量上大，不过过观音磅空了后，为和平开始车速会加紧，平均塞车时间比平常时加出1到2点钟左右。有过一暝了后，车才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不过各地头拢是焦焦人，连片湖、火烧岛、兰屿甲小琉球的船帮是拢甜一甜。不过昨伫南部有一位日本学生登到日本了后刷确诊，也互本地咱台湾的疫情特别吸落去变更较紧张。满排队的人拢是准备要坐船前往澎湖。布袋管理处表示，今仔日20个船班，就载7200多人出去，明仔也阁有4000多人。为了避免有防疫的破口，民众进出游客中心拢爱先量体温。温度过高的话，我们会在一个防疫的休息区，先请他在那边休息。超过38度的话，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的防疫机制。5日节连假是疫情解禁后第一个连续假期，各景点也拢开放观光的人。也毋过昨昏传出南部有日本学生登去日本后确诊的案例，出去佚佗的民众对此的反应都不同。目前的话，其实多少还是会害怕，但是我觉得民众还是把自身的防疫措施做好，就是口罩戴好。没有想过，觉得好像台湾做得很好，没有担心。怕就是又开始感染，大家开始又传下去了。除了澎湖，台东的富江渔港，今仔日也涌入5000人以上，准备要前往绿岛甲南屿。屏东的东港，搁较有近万人准备前往小琉球。两个所在除了落实防疫措施，也爱登船的旅客拢挂喙罨。那所有旅客在上船之前呢，也要携带口罩。大家还是禁止饮食的。连续假日之前，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的确诊病例，和南部各县市烦恼阁出现另外一波疫情。目前得病人的卡照也未公布。民众出去佚佗，个人卫生的防疫态度也是爱落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钓鱼台的主权风波是继续伫咧滚价，所有的宜兰所有镇公所在今宣布讲，今年甲日本石垣市结做姊妹仔市25周年的交流活动要停办。另外，中国23有甲东海50大的地理位置改名，这也牵涉到钓鱼台海域，日本对此也表达抗议。お互いこのような危機的状況にありますが、私どもの絆はこれからもより深くなっていくことと信じております。今年4月，日本石垣市爆发头一个疫情，所有定几啊间学校关喙罨予石垣市长中山纪良以深表达感谢。也不过，这段姊妹市经济恐惊发生变化。原定10月举办的所有定石垣市姊妹市活动，因为钓鱼台改名风波，所有定公所决定发停。吉原市我们钓鱼台
把更改成登野城间隔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不合适25周年的这个缔结联面式的这样的活动，我们就会取消。锁定教育关市自1995年建造姊妹市到达25周年，当年固定举办2次的文化教育甲观光交流。不过经过锁定公所内部讨论后，因为目前的钓鱼台改名，地区政策紧张，决定取消今年建造姊妹市25周年活动。台湾市第2日通过改名后，中国为着钓鱼台主权争议，中国自然资源部23公告中国作出东海海底地理名称改名，部分名称更加包括钓鱼洼地、钓魚海底、甲骨群，引起日本不滿。そうした中で今回、中国がつけた名称の中には、尖閣諸島をめぐる中国側の独自の主張に基づくもの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などを総合的に勘案をして、外交ルートを通じて局長レベルで中国側に強く抗議します。另外，驻日代表謝長廷伫面冊發千字文，反擊外界對代表處防治等等的批評，強調過去4年農莊嚴正抗議18擺，被隨着外界烏白媒啟動，監視涉及法律責任交予律師判斷。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反過來考試謝長廷是駐日代表幫助的組，批評謝長廷甚至日本對釣魚台有事實關聯權、有時間發文，不如行出去辦公室向日本政府抗議。記者綜合報道。講到美國甲中國的軍事比拼是一直暗中交鋒對壘，政府風聲講美國打算要佇日本的駐美軍的基地安排核飛彈，中國也隨著下轉題，認為美國是故意惹禍端。另外，美國參議院通過美麗國防授權法草案，內面也寫到美軍愛對抗中國、保護台灣，以及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的軍事演練。美中關係繼續緊張，美軍艦艦最近分別出現在日本南方的奄美大島海峽，也個台灣西南甲南方海峽。對着中共軍機佇侵擾台灣，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布朗講，美軍加強威嚇。25早起就美軍 RC-135偵察機、美軍 P-8A 偵察機，佇日本沖縄華美軍基地飛往巴士海峽。一架 C-17A 大型軍用運輸機是對巴士海峽飛往南海。P-8A 偵察機也挖滾東沙島，接觸到中國東南沿海偵察。美國的做法就是，它也同時有比較高頻率的一些台海周遭的一些它的一些軍方的一些活動啦包括它各式各樣的軍機。美國參議院已經表決通過2021國防授權法草案，內底有2個對台條文，分別是讓醫療專艦停靠台灣，改善台美軍事醫療甲人道災難救助合作。美軍應該具備抗中保台能力，並且邀請台灣參與環太平洋軍演。We're in such a much more dangerous position today that we've ever been in before. 唔那台美關係友軍，美日關係也較好。美軍23唔那在南海甲日本自衛隊進行聯合軍演，美國空軍也甲日本航空自衛隊頭一擺在青森的三澤基地進行俗稱大槍萬步飛行演練，總計31架軍機參加。美軍強調戰備實力應在危機時穩固亞太局勢，尤其美國提出美國俄羅斯中程核飛彈條約了後，又意在琉球美軍基地部署中程核飛彈。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在亞太地區部署中導，如果美方執意部署，就是在中國家門口挑釁，中方絕不會坐視不管，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反制。中國智庫指出，美軍在亞太地區部署程度前所未有，中美雙方用過無溝通的管道，發生軍事開戰可能性比以往更加大。記者綜合報道。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也授權予英國公司來台灣開一間淘寶台灣。最近因也用一寡猶太吸引點加起的電商平台開店，有人就咧質疑講背後中國政府佇咧倒出錢。雖然淘寶台灣有背回講因上界大的股東就是英國企業，不過背後敢有中國佇咧控制的相關單位也等咧調查。運費啊，手續費也不用啊。50這個方案裡面，消費者退貨，那個物流費其實這個東西也是免費的，所以目前都是不用成本的。受疫情影響的餐廳業者轉進電商平台，因為淘寶台灣最近拍出50開店補貼方案，網絡開店差不多攏是零成本，吸真濟人加入。小餐廳其實就當初在評估的時候，先選擇免費的，因為對於我們來講，它是給我們蠻多補助的啦。那如果說到時候
停止了，我们只是在更换平台。不过有业者怀疑淘宝台湾有中资色彩记录，好亲像伫海外设分公司各以外资身份设来台湾。当今推出50方案促进来源，互人真怀疑有本土电商认为政府应该提早可建立合理公平商业竞争环境。说台湾业者真的被打趴了，我觉得业者们大家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环境。你商品是不是也经过台湾相关所有商品这些法规的要求？税负上的负担、消保上面的责任，是不是这些外资们都有做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淘宝台湾强调，所有资金补贴差不多是就业新代表，并是外界所讲120亿，也无承认中资的身份。只强调是甲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商标授权的合作关系。大部分的就是资本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在英国的股东，也是因为我们跟中国阿里巴巴这边取得了就是商标在台做营运的一个授权的合作，跟中资这边其实说实话真的是几乎是扯不上边。经济部投信会表示，淘宝台湾股权结果查出来确实有中资，不过占无到3成，当干数也无过半。另外，中资是毋是有实际控制力，要来调查。50方案资金来源，投信会强调已经要求淘宝台湾进一步说明是毋是有中资。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一台停伫咧家己火车头的自强号，在今下晡5点，火车母的驾驶舱雪床请演出来。台铁也表示讲，这是电控器故障的关系，也因为列车无法度继续驶，也影响到特别400位的旅客。这台自强号对今仔中昼伫咧7堵发车要开往屏东，火车开到家己的时阵，却因为电控器故障，无法度继续驶。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虽然是无人受伤，不过也影响到特别400位的旅客。所以咱来看到台中，讲到台中武陵农场对面的马步左野群山，24下晡发生火烧山，目前火势已经烧要到3架地，相关单位也赶紧去调集相关人员来拍火，连空军总队的直升机也伫咧半空中抓水，防止火势继续拖开。空勤直升机飞过附近一飞到火源顶面，就启动喷水灌救，位于武陵农场对面的马步左野群山24尾阿嬷5点外传出松林火警。当时领管处协助到太原前往拍火，不过现场地形真假，无好抢救，现场火势犹原继续燃烧。因为现场都是一些轻质的燃料，那风势也比较大，所以目前呢，火势持续在燃烧中。那目前已经燃烧了2.8公顷。当时林管处表示，松林火警地点位于大甲溪事业区第38林班地24尾阿嬷，随动员机动救火队赶到现场，为地面进行火灾抢救，并且请求空中勤务总队、退火会阳明松林保育处、苏北国家公园管理处支援抢救。目前已经投入85人次在火场协助这一场火灾的扑救工作。那另外呢，我们也协请了空中勤务总队呢，协助我们一共出动了3台的直升机。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0个架次的投水哦。当时林管处指出，这摆火警地点离武陵农场大约20公里，暂时未影响国宝鱼、台湾准市地。火警原因需要等待火势完全拍发了后，才当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北要举办端午凌晨锦标赛，有80队来报名。天气正炎热，来到化休的民众也拢有做防治翕热准备。根据统计，今日各地头的气温甲用电量，犹原是真惊人。5、6、7、8。选手认真地扭筋骨做伸展操，自头到脚拢爱做，准备要上场比赛，唔惊大日头，拍拼伫过船。民众也到现场来加油。不过天气真热，有人是戴帽啊，有人挂太阳目镜，也是行雨伞伫晒日头，也有人家己穿电风来吹，是不是也有早有风着伞的物件？我有用那个退热贴跟扇子。对，怕中暑。我们有防晒，然后电风扇这样子。水啊，水多准备。选手比赛结束，大家拢真欢喜。台北5日水白灵船比赛，25顶场吸引80队好手报名。
热天遮尔热，台北下晡1点35分出现37.6度的高温。根据中央气象局统计，离午上高温超过38度，伫花莲富原内午38.3度，搁再来是台东的关山也有37.8度，南投服务区台北甲台东台埔有37.6度的高温，温度是感觉适中好。今明2天的话，都主要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天气各地它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炎热的天气形态。中南部地区的话，可能会一整天不定时的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央气象局讲，5日节假期也有未来1礼拜，全台各地也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气温差不多拢会超过33度。大台北甲花东全国地区也有可能有35度以上高温。到2时为止，咧上海人数有473人，离台湾用电量在2时冲上3700万千瓦了后，台电讲离午上悬用电量是下晡1点34分，有3171.4万千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热天，也是用电上解伤的时阵，台电伫2时暗时重新启动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机组。台中市政府也随派人去检查。市长罗秀燕2号表示讲，会依照空污法甲因罚200万。不过台电也强调讲，重新启动毋但合法，也合情合理。台中市环保局副局长亲自带队，24号暗时前往台中火力发电厂来稽查，因为台电伫咧24号宣布，因应热能用电一定创纪录，要重新启动已经停机半年的2号机组，加入供电的行列。但是台中市府认为，2号机组目前属于无许可证的状态，台电已经违反空污法，会来开罚200万。派了环保局到现场去稽查，那有发现台电已经点火预热，昨天晚上还没有燃煤，但是已经点火预热，所以我们决定裁处依空污法裁处200万元。对台中市政府强硬的态度，台电表示，23号机组废证的裁罚已经去予环保署来撤销，机组嘛已经完成环保改善的工程，予2号机组加入供电的行列，才会使满足用电的需求。强调重启2号机组是合法、合格嘛合理。一个合法合格的机组为全民来电，竟然还要遭受惩罚，真是情何以堪？让2号机能够点火运转，加入供电的行列，同时呢，1号机也停机进行检修。台电如此战战兢兢、努力不懈，就是为了让全民来电，为了满足民众稳定供电的需求。去年12月的废止案已经被我们撤销了，所以目前它的一个2号机跟3号机，目前还在展延中。按照法令的规定，展延的时候还可以依照原来的许可继续的操作。环保署也表示，台中市府针对台电开发依法无据，应该以空污法相关的规定继续来审查许可证的电源，不是乌白用空污法来随便开发。不过台中市府认为，环保署无权撤销直辖市政府的行政处分，而且目前台电备载量嘛是将近11%，供电属于绿灯的等级，根本就无需要登记2号机组。如果台电执意并联发电，将会依法来处理。记者台中转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中国最近伫咧落大水雨，也造成长江流经过地头咧做大水。目前有26个省1256万人受到影响。上届使人惊吓的是三峡大坝，这个水坝若准时放弃，恐怕是死伤无数。就中国网友伫网络分析情势，这篇文章也随风提掉。民众被大水困伫一头，消防人员用脚车片做楼梯，互民众踏伫身躯逃难。中国贵州省大江县村落，真侪面体已经被大水淹去，真侪村民受困无家可归，搜救人员出动受灵船协助撤离。中国这几天落大水雨，造成中江流域省市真侪所在做水灾，目前有16省1256万人厝受灾，情形是真严重。几个车都不见了，小车无踪无影了吗？央视前一早报道，三峡大坝库区水位涨起来，超出防洪限制水位将近2公尺，引起民间的惊吓。大家拢在讨论水坝是不是放弃。虽然专家出面强调，在真大水压之下，三峡大坝小可位移是正常现象。不过微博出现一篇，确说三峡大坝若放弃有偌恐怖的文章。有学者表示，若是放弃，防洪10点钟之内到武汉，一天之内从海南境到连上海也受灾。不过这文章真紧就无看到。
首先，作为国之重器，三峡大坝是一座坚固的混凝土重力坝，由近2700万吨混凝土外加30万吨钢筋和26万吨钢材组成，完全是一座铜墙铁壁。据当年大坝工程组计算，三峡大坝的坝体可抵御300万吨当量的核弹直接命中。中国水利专家王维禄强调，方法拢是骗人的，警告三峡库区居民做好逃生路线。不过，中国媒体煞尽全力声援三峡大坝，强调是世界上上好的水利工程，也是中港的经济命脉。结果是当墙铁壁引抵挡核弹攻击，无用阮外界对三峡大坝有任何怀疑。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中国疫情。北京疫情无重点，二是又搁增加13人确诊。目前本土病例已经有269例，而且这批疫情也可能开始拖开啊。伫河北省又增加一个甲北京病例有关系确诊者。不过，中国专家却是坚持讲，北京疫情也未到社区传播。中国北京疫情继续升温，近2礼拜新增病例已经来到269例，二是新增13例，丰台区9例，大兴区3例。北京官方表示，5日节假期都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未当无细致，继续保持监视状态，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病毒可能的传播点，坚决打赢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另外，湖北省卫健委最新消息指出，新增一例确诊就是北京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四川省雅安市就米县，因为有北京相关案例列入上调为中风险地区，显示疫情有扩散的现象。不过，中国专家仍然坚持，北京疫情也未当讲是社区传播。还不能下定义讲它是社区性这个传播，它没有说我持续的出现，也要不断的在出现一个地区。第二，它没有出现那个聚集性的爆发。虽然中国官方讲疫情会当控制，也不过大规模封锁的措施引起外界质疑。更加传出北京急建3间封城病院收治病人，今嘛网络消息不断，官方也积极控管。北京更加有查甫人因为黑白讲家己核酸检测阳性后，公安机关拘留。为寻求刺激，向同事谎称自己核酸检测阳性，造成公司员工恐慌并报警。中国官方加强言论管控，中国媒体《新京报》旗下影音媒体微博小号《新京报》烂视频报道疫情，扣做着当调查处，将基本以报道中有导向错误等问题做着禁言处理。《新京报》被外界看作是中国假讲的媒体，捌几下摆也做中国官方负面消息，定做着整肃。即卖因为报道疫情，再度被当局看作严重等。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美国疫情，目前已经超过238万人确诊，超过12万人死亡。一寡人口较侪地区确诊比例一日是平一日搁较侪。为了要防止疫情搁再压起来，纽约州长也宣布国内9个州的居民，若准备入到纽约，拢要隔24天。虽然后面暗算7月要开放边境，不过美国无伫因稳准入境的名单内。美国在2时通报36880个单日新增加病例，是疫情以来第3岁，上最甲第2岁确诊病例数拢发生在4月。而全境新增加确诊病例大部分在人口真侪加州、德州甲佛州。德州在2时通报5551例，创下一天新增加上侪纪录。州长艾伯特要求民众尽量伫厝内底，并且强调，若是疫情无例外，无排除推出另外防疫做法。加州是在23新增加7149例，写下一天内底新增加上侪纪录。特别注意的是，前一天也就是2日，加州则通报一天超过5000例新增加确诊病例，也就是确诊数明显增加真多。单日的人数甲加护病房使用率也是创下新高的纪录。The reality is, I'm not naive. People are mixing, and that is increasing the spread of this virus. 佛州2时通报5551例新增加确诊病例，是一天内底上悬纪录。州长桑德提斯认为这是检疫量增加的关系，不过公卫专家讲，社区传染这是主要原因。美国5月疫情有较例外，真侪州放松，重新进行经济活动。不过这几天甲前一礼拜比较，至少有26个州的确诊病例仍然在增加中，也被认为是即要面临第2波疫情高峰的危机。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明尼苏达大学公卫专家
奥斯特霍姆讲，这已经唔是检疫量增加才出现的情况。而纽约州长古默为着避免疫情回升，临时宣布国内疫情严重9月州的民众进入纽约州了后，要自主隔离14天，若无爱罚钱。而南加州的迪士尼也宣布，要到7月17了后才重新开放。而体大的年度盛事纽约马拉松宣布今年比赛取消，这项比赛原本在1月7日要进行，而且是第50届。另外，后面有计7月重新开放边境，并且根据各国疫情新增加便利情况，决定开放名单。美国因为无法度控制疫情，无被列入；巴西甲俄罗斯也拢无被列入开放名单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全世界感染人数也已经要超过1000万人咯。澳洲的疫情继续压起来，在维多利亚省一日通报新增加的病例就33人，也予当地政府决定讲要动用部队来协助体检。另外，在拉丁美洲的巴西，过去3天的确诊人数就超过10万人啊。新冠病毒在各地继续拖，澳洲的维多利亚省21天增加33个新病人，是过去2个月以来新病人上侪一天，有出现第2波疫情的危机。予当地州长安德鲁斯决定实施上门去徛家检测，会动员1000名阿兵哥协助体检。The entire team is 1,000 strong, door knockers out there talking to the community, inviting them to come and get a free test, whether they be symptomatic or asymptomatic. We have ambulances and other vans that will literally be at the end of people's streets. 在拉丁美洲疫情目前凄惨，巴西虽然有部分地方政府拍拼防疫，不过因为总统波索纳罗较重视经济，过去3天全国各增加超过10万的病人。在秘鲁，因为这个月开始，当局宣布医疗用的酸素要专门给胃中病毒的病人用，就发生无酸素提供给大出事有心脏病红牙，造成2名红牙死亡。而阿根廷的经济因为居家限制严重退步，不过议员考虑要继续延长封锁期到7月以后。哥伦比亚是已经有部分的民众因为无欢喜长期居家限制，开始办街头的聚会，在远景处地的时阵，佫险险发生冲突。Hemos visto en algunas ciudades del país fiestas, rumbas, pachangas, y claramente quienes deciden tomar ese camino de la irresponsabilidad, lo que están es poniendo en riesgo la vida de sus seres queridos y la de ellos mismos. 那是东北国家南韩临时增加病人有28人，总算无超过30个人。不过因为俄罗斯汇准的军员感染病毒，加上境外入境的南韩人嘛有感染增加的状况，互政府烦恼境外输入来的病人会引发国内的群聚感染。另外，2月嘛是日本全国解除紧急状态满1个月日子，不过当家新的病人有50个人，是过去1个月半以来增加病人上侪一天。除了无清楚感染来源的人真济，少年族群的感染比例嘛一直增悬，北海道甚至佮逼出卡拉 OK 的群聚感染，可见日本的防疫工作也是无法度放轻松。记者陈世东整理报道。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到今也已经满1个月了，这种族歧视的问题也引起各地头的抗争，要甲历史雕像拆除的证据。不过，美国总统 Trump 日前也宣布讲，会伫这个礼拜依照退伍军人纪念日保存法的授权，甲破坏历史雕像的民众抓去治罪。规美国东岸到西岸，搁到大西洋对岸欧洲，以反对种族主义为理由攻击或者是拆掉历史人物的雕像，已经成做一种流行。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发布行政命令，要求执法单位强力处理。We've arrested numerous people, as you know, for what took place outside of Washington. In addition, the FBI is investigating hundreds of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 what they've done to monuments, statues, and even buildings. 川普所依据的是2003年由国会正式通过的退伍军人纪念日保存加认定法案。法案当中明文规定，若是用来纪念捌伫美军服役人员的纪念日，雕像、纪念碑、摆变者的公用物品，任何一个人若是故意伤害或是毁坏，相关应处10年有期徒刑。未遂犯也是同款。佛罗里达案件发生到即马1个月以来，原本讲是和平抗议，定定走争，连无关系的路人、车辆甚至
同款由非洲的经营的店家，只要是拄到失控的群众，拢难逃抢劫被放火命运。比如同款是非洲的出身的警员大卫托恩，伫6月初之为保护朋友的店家，被2名非洲的歹徒杀害。同款的情形也伫美国以外出现，不止抗议活动出现警民冲突，已经过身因公手上手接这历史人物的雕像，也被抗议民众破拆或者是其他迫害。支持民主党的好莱坞演员凯文·科斯纳伫接受时事访问时指出，非洲的面临无平等的大夫700年来无任何改变，这是各方面必须重视的问题。事实上，过去1个月以来，除了弗洛伊德案件，也有6月10日亚特兰大发生的布鲁克斯案件，大部分媒体焦点拢放在警方如何动手，致使被掠的非洲的死亡，反倒转来无重视2人伫甲警方做媒过程当中，分别摕假钱买物件，甲酒后开车，抢警方武器的行为。目前涉案的警察甲涉嫌杀害警察的凶手，也有弗洛伊德案件发生进程，被控今年2月枪杀非洲的查甫人，阿贝里的3名白人男性，拢有无同款程度起诉，前后进入司法定时。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改革委员会提出新的量化论述，所引起几多位前任的党主席反弹。党内的少年辈在今日就召开记者会，强调九二六共识，包括无法度否定历史，这互九二共识在国民党内出现世代差别的问题。国民党台中市议员罗廷伟甲衫裤脱掉，献出新论述3个大字，强调九二共识有无法度负起的历史，嘛无应该一直咧看过去。党内青年25组织伫国民党中央用行动支持两华需要新论述。难免被改革的人一定会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需要这样子过去历史来能够让他们觉得有存在感的人，会觉得我们抹灭了他们过去的付出。这话敢若是咧讲互几个前党主席听，因为国民党推动改革，对九二共识的看法出现无共世代、无共款的声音。前总统马英九伫面册呼吁蔡政府应该互两华重新登去一中各表九二共识的基础，创立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主持强调，国民党无要放杀九二共识。国民党可以加上其他的东西啊，九二共识不是唯一的一个支柱，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想法。国民党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你们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跟过去之间是不是要完全要切割清楚？如果你要切割清楚，干脆重新组党。如何重新看待九二共识？国民党出现世代无同款的看法，唔那对来改革正确有挑战，对外阁影响政党竞争力。国民党2张很重要2张神主牌，一张叫92共识嘛，对，一张就是五权分立、五权宪法嘛。所以如果这2张神主牌，国民党2张都要废掉，其实我蛮高兴的，不是那种政党竞争的高兴，而是觉得国民党其实真的在转变了。九二共识甲国民党相牵连，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认为，对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来讲，考验甲拄要开始，限伫九二共识困境的国民党，必须要积极找出新的共识。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在咧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虽然中国也受到疫情的吞打，不过对台湾的各种威胁也是无停止过。台湾夹伫中国甲美国之间，台湾除了有甲美国买军事武器以外，家己也有开发。就中国军事专家表示讲，台湾面对中国威胁，台湾顶下下就爱做伙团结，这是上界坚强的地方。2栋梁2栋3，3栋梁，执行。中国解放军第6次实弹演习，两支团讲是暂时要攻台的主力部队，展现正强的火力。咱国7月要举办汉光36号演习，反定略作战。印太地区美中军事的对立情悬，军事战略的专家黄介正指出，后疫情时期会有1年的时间，国际权力无稳定，互人夹伫咧2大强权中的台湾，一出组合拳。这组合拳是聪明的大陆政策、聪明的外交政策，加上一个踏实务实的国防建军
才能够顶住台湾这一片天。台湾伫咧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重要的战略地位，研究国防军事的中华台湾协会创办人吴怡龙表示，中国军事发展正紧，美国也就要重新评估兵力结构。美国的军队必须跟他的盟友、所有的安全伙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西太平洋、亚太地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最近也在重新研究他们的兵力结构应该长什么样子。蔡英文总统展开第二任任期的时阵，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台军售18粒重型的鱼雷。适度的国防预算的增加，不是只有买武器而已，不是只有发展不对称战力，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宣告，让美国放心，让大陆不冒进。比兵力有胜武器，台湾的规模拢无法度和中国竞争，必须要发展无对称的战略。竞争本来就是用最有效。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来竞争，不是说别人建一艘潜舰，我们就要建一艘潜舰。落实不对称的这个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最不对称的战力是什么呢？最不对称的战力是一个实质的后备的能力。台湾未来5到10年军事的挑战是真硬道，吴介正指出，军队和大众拢要有实战的准备。我们有全民参与的政治。我们也希望全民参与的国防，让所有的民众知道，如果今天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危机，不是靠几个人或者穿军服的人，还是要靠所有的国民。这边防疫就亲像是一摆公共卫生领域的战役演练，唔那成功阻挡病毒侵入，台湾的民族认同也来到思想相关，全面的防疫意识和国防意识，都是国土安全上坚强的靠山。记者尤一真张玉水台北报道。咱拢知影讲，冬天过了是春天，已经过后的市场，对于台北的创业家庭展览，就让看一个详细。真侪厂商提出优待招人来加入，也有业者推出新开发的产品，民众是无烦恼疫情传播的问题。连经济部长杨美花也来消停，欢喜看到经济变好。单位头前未少人拢在问加名的代志。进入后疫情时代，有产业者脑筋动了真紧，为选路味实在的牌仔到算数唔免1分钟的时间，也减少人群接触的风险，成功稳住疫情冲击之下业绩。不像以前食材是摆在冰箱上面啊，然后你要拿夹子，那个冰箱开关关，那其实人都会讲话都有一些喷墨嘛，那喷墨其实很可能细菌啊一些滋生的东西就会附着在食物上面。即马出门挂喙安已经加做生活常态，不过天气稍热，挂久也是感觉真无爽快。有业者打造稳形的片搭，只要将液体离心放在片孔内底，等防止空气当中的污染加贵宾源。它是完全气密，所有的空气一定会经过滤芯才会到达你的身体里面去。第二个特色是它的滤芯是立体化的，所以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最大的过滤面积，因此呢，呼吸阻力呢可以大幅的下降。并振兴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支持业者，表示家己要订餐厅拢订无，因感受到台湾经济慢慢好起来。对7月15特别推出的定型券，王美花也乐见各县市增加优惠。台北市就用的啦吼，每一个都不要，也不要用数位，也不要领券什么，就来用我台北的悠游卡、爱心卡，对不对？好，那这个广告都把我们打倒了，这样新北加油一下。主办单位表示，多是毕业季节加上无薪假人数增加，所以这一摆展览来投票人数已经超过24000人，比以前成长20%以上。疫情虽然是打乱市场，不过也创造新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市场依然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特别讲到兰花市场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活销，正也开始拼国内市场。一寡种兰花农民也开始开发细盆的兰花，甲兰花礼盒，希望伫台湾的市场会当找出一条路。一箱一箱的乌蝶兰已经装好势，准备要重新销去国外。受疫情影响，兰花已经有几个月无外销，兰花农是落价卖花，销头库存，也望进行海外市场。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我也不赚钱的方式，我们希望把这个供应链给恢复起来。那客人大部分其实都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也会感谢说，台湾愿意有这种共体时间的这个想法。台湾
湾一年生产1亿1,000万株的乌特兰，其中差不多600万株拢是内销。疫情这段期间，花农为着刺激国内市场，除了做各种有路的兰花礼盒，也配合农粮署的计划，和饭店甲休闲农场合作，接兰花布地的石头来做。这阵合作的饭店就超过200间。让这些旅馆变成我们未来的潜在的一个使用者，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文心兰透过一个外销等级的这样子的保鲜处理，可以的使用效期有那么好。为着拓展兰花的通路，花农改变过去用兰花做送礼的高级品，即阵也伫咧国内撒小型的兰花栽，加使用互人看水的装塔艺术品，希望满足消费者无同的需求，增加国内市场。毋望兰花的起草早日开出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国立阳明大学甲交通大学两间学校要合作一件案件，这两间学校去年伫因的校部会议拢通过啊。教育部在今年6月24完成审议，听候行政院核定了后，就当开始进行选头一任的校长，希望在明年2月初1会当完成合并。国立阳明大学甲交通大学拍算合并将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教育部总算伫咧今年6月24通过合校计划，报请行政院同意。目标是8月1号，但是因为可能 COVID-19 的关系有一些延迟，合校的目标日推延到110年的2月1日。校务的推动，还有我们整个的课程，经过了很多的合校工作委员会逐步的在进行，那也有一些成果展现。两间学校分别是伫去年9月的校部会议通过合校案，也向教育部送合校计划书。今年2月，教育部开审议会，原则上同意，也提出修正意见。学校伫咧4月校部会议了，搁再补件。第5届合校工作委员会决议，甲学校的目标定伫咧明年2月，也就是希望伫109学年的第2学期完成。教育部伫咧6月通过。等行政院正式核定之后，然后再由教育部来启动校长遴选，选出新校长之后才会正式挂牌。我们这边有台北荣总、星光啊、和信，在合校之后有一个目标，智慧健康医疗大楼新建馆舍的这个部分，朝这个公共建设预算来争取。教育部指出，两间学校合并了，会有17000多名学生，学校会当帮助资源的整合，并且提升竞争力。也若是基本设施补助的4亿，会伫咧行政院同意了分年核列。合并了的阳明校区的新区智慧健康大楼，也个动物中心等设施，需要26亿的经费。教育部支持学校以公共建设预算来办理。这么就等待行政院决定启动第1届校长的遴选，行最后一里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咧屏东的海参馆有一种亲像徛过的动物，叫做红头海鹰哥。正也是因生团季节，港个为着要甲母的求爱，头顶会发出一撮金毛出来，有影真古水，咱也做伙来看卖。身躯穿黑色的大袖，一条巴肚圆练练，伫水里游咧游咧，看起来实在真古水。生做和大家所捌的徛鹅真相像。不过，这是原地住伫北极的红头海鹰哥。红头海鹦鹉，它是一种生活在水里面的鸟类。那它在演化的时候，因为骨骼，它的食物的来源都在水里，所以它们的骨骼都是从空心骨转为实心骨，所以它们现在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红头海鹰哥拄孵出来时，规只乌蛇蛇。那大到通生团的时，港的海鹰哥目睭顶悬遐就会发金黄色的羽毛，去因某的含伊拍种。啊，这款野外罕见的动物，也吸引真侪大人特别带囡仔来看伊可爱的模样。它的身体会比较重，差不多有600cc 的那种矿泉水装满水的重量，因为它要下去抓鱼，抓小鱼吃，但是它不能吃大，它不能抓大鱼，很多我们外面看不到的，所以说来到海参馆。屏东海参馆为着让红头海鹰哥安心生团，专模拟自然环境，让因好徛起和补能。如果他们上来陆地上产卵的时候，就必须住在比较高的地方，那利用俯冲的力量冲入水中来抓取这些小鱼。海参馆表示，红头海鹰哥真有创水味，看起来憨呆憨呆，受到真侪人喜爱。因也希望透过馆内展示动物的机会，会当把海洋保育的理念推广出去。记者报道。
对于日本流行过来，只要甲人家落过去，准者，落一个塑胶囊落出来，迄号做准囊。伫咧台南的两家文兴店有一台观光形体准囊机，民众只要添油香，就当准囊准一摆，通好甲庙方换纪念品，有影是真趣味。这只粉红仔面手提大刀的红仔，看起来和关公的时阵阁真像。伊就放伫咧台南市lin甲区的文兴店门口，民众只要添200块的油香，就会使准一摆。准落去了后，这机台就落一粒塑胶囊出来，凭内底的纸条啊，就会使摕到一份文兴店的纪念物。这边的市值都会超过这200块。那我们会最大奖，我们会有纪念酒。然后或者是我们的小公仔、存钱筒啊、毛巾啊，什么我们都有。和一般用茶或者是用铁做的油香桶无同，这台添油香的机台，唔但设计做关公的形体，佫会使互人准能体验这种时间的趣味性。庙方讲，这台机啊，这阵也真做是文兴店的招牌。那个公仔是原本在前年建教的时候出来的，那因为这几年扭蛋机很发达，所以我们希望说跟小朋友有一点接触，我们才把它改装成扭蛋机的。其实文兴店的创意唔简单是有这台准能的机器，加入去标的电影内底 Marvel 复仇者联名的大身红仔，一身就踩伫咧神尊的边啊。庙方希望对时代的脚步和宗教文化会使变加真有变化，也真奇卡。记者综合报道。表演团体世界当代舞团本地伫5月要推出新作品《红厅的繁花》，却因为疫情关系，延到6月27日。内面是表现着探戈加京剧结合做伙表演，呈现多元文化的结合甲特色。热情的探戈双人舞跳出浪漫的爱情故事，也毋过画风一转。传统京剧甲探戈两种完全无同的艺术形式结合，互观众对着舞者伫舞台上的东西方平行时空扔来扔去。你会发现，所有人交汇在群体之下，身体本能需求那些东西是让所有人交汇的。所以从那个交汇之后，我们又做一个时空的转换，好像那些交汇就回到了这个妈妈的时空，好像一切都是她年轻时候的想象。舞蹈接触对我来讲是不困难。跟李导演，我们团里跟他合作唱了歌剧。舞者会容易去数拍子，他们的训练其实比较多是用声音的记忆，需要去跟母亲一直在来回的沟通。世界当代舞团推出新作《红厅的繁花》，要将几啊种无同的艺术表现融合，这互评舞家真开心，而且唔拿视觉感官，就连听觉也是东西方文化融合。我的第一首写出来的探戈，反而是在我看完《霸王别姬》后。一开始我们是想要好像是一个探戈 party， 梅花座会什么样子，没有梅花座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的舞台形式一直在因为这个在改变。原定5月份进行首演，却因为疫情关系，只会当延后到6月份登场。好佳在目前票房已经达到90%满，国内疫情转好，日本团体也准备好迎接复苏。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甲中国当日交锋对垒，不过这片山区也是有游牧民族伫咧生活，因世代拢对着季节变化伫咧搬徙，放牧也真靠这片草地为生。不过地球的气候异常，本地看天食青的因恐怕是更较艰难。受济过军用卡车甲穿着装备的军人，是伫中印还是中巴边界定看景象，也毋过也有一群人。因伫这个军事冲突不断的国界边缘的所在，以天地为家，布棚甲牛羊都是因全部的财产。Nomad is about the raiding animals, and they are totally live in the nature. Yeah, very independent and fully dependent on the domestic animal. 在重重的困境中，天公伯啊送予无乡人的礼物，可能都是被叫做软黄金的帕什米纳。这的高原山羊为了适应真寒的气候，身上生出一缘保骨长的幼羊，一寡顶级的模样，轻柔保暖真简单。他的科技从这个你家了送吧，好吧了，年底看呢，年了这边等好吧了，家了就你到你个家了马上，也给送。送，但是可讲，考完了年龄就马上考了，对了，top 300人白送，马上从家了送，考，你个考他们咱们家了送。
游牧民族的日常，伫艰困的环境内，无伤济怨叹的愤慨，只有敬天爱地、安息甲自在。因的心，就像拍受米娜共款的牛卵，甲一片虽然因人生的开阔天地共款的宽容自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加西南风的影响，明仔载花莲、台东、台北、南投、高雄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明仔载天气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咱的观众朋友四界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5月节你要到啊？嘛有人讲是5月节，也是肉粽节。讲到粽吼，巴肚就枵。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白粽。白粽汉字写做白粽，罗马字写做宝鸭白，子红粽。白第8条，粽第3条。白粽是用粽虾甲糯米甲料包做伙，用粽素滚滚的了后，落去撒的食物。粽一般拢会包2仁、香菇、芝麻、土豆、辣子，这个粽料。粽虾有用月桃叶，嘛有用竹叶，看当地用倒一种较方便。这个粽虾伫传统的信仰内面有辟邪、除歹运的功能，所以食粽嘛有祈求好运的意义。为了要好看，咱会甲粽用粽素白做伙，伫锁头拍结，叫做粽泡；规罐粽叫做粽干。5日节前后，天气热到雨水，真侪传染病要开始流行。为着要祈求平安，台湾伫真久以前就5日节拜拜风俗，粽就是真重要的祭神食物。因为粽甲拜拜有关系，就有一寡相关的禁忌，亲像若是5日节正前，厝内有人过身，丧家就袂当白粽。因的亲情就爱白粽送予丧家，这叫做送节。伫台湾传统的风俗内面，囡仔是袂当食粽角的，因为惊囡仔
扣粽角来食，以后会扣角。扣角就是讲人无路用、无希望、无效啊的意思。5日节正前天气当了袂稳定，有时想讲已经足热，就甲寒人的衫拢收起来。过无几工，煞个熊熊转寒，毋则有俗语讲：袂食5日粽，破袖毋甘放。意思是5日节了后，天气较稳定，旧的衫就会当收起来啊。6白粽、粽壳、粽泡、粽干、粽节，袂食5日粽，破袖毋甘放。虽然粽好食，毋过较歹消化，毋通一摆食伤济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